不到長城非好漢。我終於做到啦！我成功登上咗八達嶺嘅頂峰，嗰度視野開闊，長城就好似一條巨龍，雄偉又壯觀。今次爬山嘅過程比較輕鬆，因為可以搭纜車，雖然要使多少少錢，但物有所值。但纜車嘅經歷實在太過美好，所以我買咗雙程飛。纜車連門票都可以喺山腳買得到，售票處有接駁車去停車場。雖然呢度有高鐵站，但今次過嚟我哋搭嘅係滴滴，一路上風景都幾唔錯。我哋都經過咗其他嘅長城，包括以前曾經去過嘅居庸關。今次係我第3次嚟長城，達到嘅高度比以前更上一層樓，直線運行嘅距離都比較遠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我用咗纜車，有咗纜車會感到一切輕鬆。大家下次嚟北京，記得嚟呢度。